蒙塔格話，有架鳳凰車啱啱駛咗過嚟，一個着住黑色上衣，手臂度繡住條骨色蛇嘅男人，已經行到正門門口。麥卓話，不提隊長。蒙塔格話，不提隊長。蒙塔格冇喐，淨係企喺度望住眼前嗰幅凍冰冰嘅白牆。蒙塔格話，你可唔可以去開門俾佢入嚟？話俾佢知我病咗。麥卓話，你自己同佢講啊。佢焦躁到氹氹轉，跟住停低，擘大對眼，正門個對講機嗌緊佢個名，把聲好細，好柔。蒙塔格太太，蒙塔格太太，有人嚟咗啦，有人嚟咗啦。蒙塔格太太，蒙塔格太太，有人嚟咗啦。把聲慢慢細聲落去，蒙塔格確認本書穩穩陣陣收埋咗喺枕頭底，佢慢慢爬返上床，拉張被冚過膝頭，冚過心口，半瞓半坐咁挨住。過咗一陣，麥卓離開間房，跟住不提隊長行咗入嚟，對手插喺褲袋度。不提話，叫啲親戚收聲，佢打量四周圍嘅一切，就係冇望蒙塔格同佢老婆。今次麥卓走開咗，客廳裏面把哀怨聲冇再嗌。不提隊長坐喺最舒服張椅度，紅潤塊面掛住祥和嘅神色。佢好悠閒咁準備好，然後點着佢個黃銅煙斗，噴出一大嚿煙。不提話，我諗我應該過嚟睇下，探下個病人。蒙塔格話，你點估到㗎？不提咧嘴笑咗下，露出咗口香糖嗰啲糖果粉紅色，同埋牙上面細細粒嘅糖果白色。不提話，我乜嘢都見過啦，你今晚會請㗎？蒙塔格坐喺張床度，不提話，好啦，今晚就放一晚假啦。佢檢查佢個永久火柴盒，個蓋寫住，保證呢個點火裝置可以用到100萬次。然後唔經意咁點着咗支化學火柴，吹熄點着，吹熄點着，講幾句嘢，吹熄。佢望住啲火，吹熄，望住啲升緊嘅煙。不提話，你幾時會好返？蒙塔格話，聽日，或者等多日，到星期一。不提抽住個煙斗。不提話，每個打火員遲早都會遇到呢一刻。佢哋只需要明白呢點。佢哋只需要知道個轆係點樣轉嘅，同埋我哋呢行嘅歷史。而家唔似以前咁會教啲新仔呢啲嘢啦，真係他媽嘅可惜。佢噴咗啖煙出嚟，而家淨係得打火隊長仲記得，又噴多啖煙。我話你知啦。麥卓坐立不安，不提用咗成分鐘俾自己準備好，然後諗翻起佢想講乜。不提話，你問。我哋份工係點樣開始嘅？點解會有咁嘅工？喺邊？幾時？我要話其實係由一件叫南北戰爭嘅事開始嘅。雖然我哋本規章手冊話早過呢個時候，但事實喺呢個國家嘅人本來唔係幾夾。直到攝影技術有咗發展，然後20世紀初有咗電影、廣播、電視等等開始越嚟越蓬勃。蒙塔格坐喺張床度，一啲都冇喐。不提話，因為發展越嚟越蓬勃，亦都變得越嚟越單純。以前有啲人好中意書，呢度嗰度周圍都有，佢哋可以同人唔同，佢哋負擔得起唔同嘅代價。個世界好闊，但世上周圍都係眼、手肘、口，人口2倍、3倍、4倍咁飆升。電視同廣播、雜誌、書本降低咗格調，好似布丁糊咁。你明我講乜嗎？蒙塔格話，我應該明。不提瞄住自己噴出嚟啲煙嘅形狀。不提話，想像下，19世紀嘅人帶住馬、狗、馬車，全部都係慢動作。然後去到20世紀，相機速度加快咗，書本變薄，然後係濃縮、消化咗嘅版本，變成摘要，所有嘢都煮到變成笑話，戛然而止。麥卓話，戛然而止。不提話，經典作品被縮短成15分鐘嘅廣播節目。
然後再縮短成2分鐘嘅書籍專題，最後終於變成詞典裏面10行、12行嘅介紹文字。當然，我係誇張咗，詞典只係參考用書。但係好多人對哈姆雷特唯一知道嘅蒙塔格，你實知呢本書蒙塔格太太呢個書名對你嚟講大概只係隱約聽過。我頭先想講嘅係，對哈姆雷特唯一知道嘅就係某本書裏面一頁嘅解釋。而家你終於可以睇晒所有經典，追到你隔離鄰舍嘅腳步，明嗎？由育嬰房入到大學，又返去育嬰房。過去5個幾世紀以嚟，知識成長嘅模式就係咁。麥卓企起身，開始喺房度行嚟行去，拎起啲嘢又放低。不提冇理佢，繼續話，不提話，加快影片播放。蒙塔格，快，點擊圖片，睇，對眼，而家，彈出，呢度，嗰度，快，腳步，上，下，入，出，點解，點樣，邊個，乜嘢，邊度，吧，烹，並，葱，冰，康，磅，摘要嘅摘要，摘要嘅摘要嘅摘要，政治，一則專欄，2句嘢，一行頭條，然後通通消失喺空氣度。啲人嘅心智團轉，轉得咁快，都係因為啲出版商、剝削者、傳播者嘅對手唔停撳住個離心機泵，掟開所有冇必要嘥時間嘅諗法。麥卓撫平張床單，佢拍拍蒙塔格個枕頭嗰陣，佢覺得自己個心臟砰砰聲狂跳。而家佢拉佢個膊頭，想佢喐少少，佢就可以拎個枕頭出嚟，整整齊齊執好佢再擺返好。或者佢會大叫出聲叮實佢，或者直接伸手去攞，話呢個係乜嘢？用咁動人嘅天真樣拎起佢收埋嗰本書。不提話返學時間縮短，校規鬆咗，哲學、歷史、外語唔使學，英文同串字逐漸俾人忽視，最後幾乎完全放棄。生活變得緊湊，工作先係意義所在，所有享受都係為咗工作之後先有。如果淨係要識撳掣、撳開關，做啲基礎工作，點解仲要學乜嘢知識呢？麥卓話：我幫你整理下個枕頭。蒙塔格話：唔使。不提話拉鏈取代咗紐扣。一個人朝早着衫嗰陣就少咗咁多時間去思考，嗰個係哲學嘅時刻，亦都係憂鬱嘅時刻。麥卓話：嚟啦。蒙塔格話：走開啦。不提話生活變成咗一場笪咗落地嘅大失敗。蒙塔格，所有嘢都係砰，哈，哇。麥卓話：哇。拉扯住個枕頭話。蒙塔格話：天啊，唔好搞我。激動大叫，不提擘大對眼。麥卓隻手喺個枕頭後面停咗，佢隻手指劃過本書嘅輪廓。當佢認得出嗰嚿嘢嘅形狀，塊面露出好訝異嘅樣，跟住係震驚。佢開口的想問，不提話，將劇院清空，淨係留返俾小丑表演。喺房度裝飾玻璃牆，燦爛嘅顏色喺幅牆度跑上跑落，好似五彩紙碎、血、雪梨酒或者白酒咁。你鍾意棒球㗎係嗎？蒙塔格話，棒球好有趣。而家不提幾乎隱形咗，把聲由嗰片煙霧後面嘅某處傳過嚟。麥卓話：呢個係乜嘢？把聲差唔多係開心嘅。蒙塔格撥開佢隻手。麥卓話：呢個係乜嘢嚟㗎？蒙塔格話：坐低，喝佢。佢彈開咗，對手空空。蒙塔格話：我哋講緊嘢啊！不提一副乜事都冇發生過咁，繼續話。不提話：你鍾意保齡球㗎係嗎？蒙塔格話：保齡球，係啊。不提話：高爾夫呢？蒙塔格話：高爾夫好有趣。不提話：籃球。蒙塔格話：好玩。不提話：桌球、花式撞球、足球。蒙塔格話：都好玩。不提話：俾大家接觸多啲運動，團隊精神，樂趣。你就唔使思考啦，
係嗎？組織同組織，仲有超級組織嘅超級運動。書裡面放多啲漫畫，多啲圖片，心智受到嘅滋養越嚟越少。唔耐煩，高速公路塞滿咗人，要去某度，但係邊度都去唔到。油站變成咗避難所，小鎮變成汽車旅館。流浪嘅人跟住月亮潮汐由一個地方湧去另一個地方。今晚住喺你晏晝瞓覺間房，而嗰間係我前晚入住嘅地方。麥卓行出間房，嘭一聲閂道門。客廳裡面啲阿姨開始取笑啲叔叔，不提話。而家講下我哋文化裡面嘅弱勢，好嗎？人口越多，弱勢亦都越多，千祈唔好惹到啲愛狗人士、愛貓人士、醫生、律師、商人、首領、摩門教徒、浸信會教徒、上帝唯一神論教徒，仲有移民第二代，包括中國人、瑞典人、意大利人、德國人、德州人、布魯克林人、愛爾蘭人，由奧勒岡或者墨西哥嚟嘅人。喺呢本書、呢套劇本、呢出電視劇裡面嘅角色唔應該代表真正嘅畫家、地圖繪師、技工。蒙塔格，你個市場越大，就越唔會處理爭議話題，記住呢點。所有少數之中嘅少數嘅少數，肚臍都要清乾淨晒。作者個腦爆滿嘅邪惡思想都被鎖住喺打字機裡面，真㗎。雜誌變成攪勻咗嘅香草木薯布丁糊，而書呢？嗰啲該死嘅自以為是嘅評論家話，都變成咗洗碟水，難怪書都賣唔出啦。評論家係咁講，但係大眾知自己想要乜，開心到氹氹轉，留低咗漫畫書，當然仲有3D 嘅色情雜誌。蒙塔格，而家你知唔係政府伸出手，一開始冇乜箴言，冇乜宣誓，冇乜監控，冇，係科技、大眾宣傳，同埋少數族裔嘅壓力搞嘅鬼。多謝上帝，今日多得佢哋，你可以時時都咁開心，你可以睇漫畫，刊載真人懺悔錄嘅精彩雜誌，或者公會會信。蒙塔格話，係。咁打火源呢？不提話，個生涯前，由嗰片煙斗噴出嚟嘅淡淡煙霧度探個頭出嚟。不提話，點樣解釋會更簡單、更自然呢？學校裡面培養出越嚟越多識跑步、跳躍、賽跑嘅人，仲有識修補嘅、唯利是圖嘅、剽竊嘅、識飛嘅、識游水嘅，而唔係培養出識檢視嘅、識評論嘅、明事理嘅、識運用想像力創造嘅人。聰明呢個詞自然變成咗罵人嘅話，亦都應該係咁。人總係驚啲自己唔熟嘅嘢。你一定記得你學校班裡面嗰個特別聰明伶俐嘅家伙，識背一大堆嘢，答好多問題，而其他人都只係好似啲圓灰色公仔咁坐喺度憎佢。你放學之後就會揾呢啲細路嚟就一鑊折磨佢哋，係嗎？梗係啦，我哋一定都差唔多。我哋唔似憲法所講，出世就自由平等，平等係人俾嘅，個個人都反映其他人個樣，咁樣就皆大歡喜，冇高山會嚇親你，令人覺得自己渺小。所以書就好似隔離屋裡面一把上咗膛嘅槍，燒咗佢啦。由咁樣嘅武器度開一槍，只會破壞個人個腦。邊個知嗰個博覽群書嘅人當咗邊個係目標？我一刻都頂佢哋唔順。於是等到間屋終於完全防火，你嗰晚嘅假設係啱嘅，世界上再唔需要打火員去執行傳統嘅任務。佢哋有新工做，好似守護我哋心智嘅平靜，因為我哋驚落後。呢種情緒應該好易明，亦都好正當。打火員變成咗官方嘅審查員、法官、劊子手，嗰個就係你，蒙塔格，亦都係我。客廳道門打開咗，麥卓企喺門口望住佢哋，先望不提，然後又望蒙塔格。喺佢後面，間房幅牆佈滿咗綠色、
黃色同骨色交叉嘅火花，嘶嘶聲，仲有音樂跟住噴出嚟。首歌差唔多完全係由敲擊鼓、手鼓同鐃鈸組成嘅。佢塊嘴唇喐咗講咗啲嘢，但係啲音樂冚過咗佢把聲，不提拎個煙斗喺自己粉紅色嘅手掌度敲咗敲，研究啲煙灰，好似可以喺裏面診斷到啲咩象徵符號，揾緊佢嘅含義。